Hello，这应该有声音吧？吼，好，我即摆要继续录的是母语教育，政策甲拼音规划及拼音规划你去看即本册吼，即本册镜头去遐，即本册吼是当阵，当阵去，你看这衫足乱的吼，乱糟糟吼。因为啥物？因为我有一领用布的纽布纽的迄种，晓啥？迄种博爱罗买的衫，找袂着，我小收起，不要紧。即少有这字会当读吼，我想莫管伊吼，我毋知电脑要用，至少会当安尼录影。今仔日要读的是第2节，吼，第1阶段，这内面写的啥物？看觅吼。你看觅吼，迄写是台语吼。昨读完读了是读这第1节，即摆是要读第2节吼。第2节，日本占领之下的语言教育，本来要用电脑去查讲啥物占领，是毋是占领来讲吼，就是在做歹的吼，歹死，歹势用笔仔敲起来，拄好，哎呦，好势呢。暗藏爱有影暗藏着，好，好，安尼第1阶段，第1阶段，日本占领之下的语言教育，继来再来我就读落去吼。好，日本殖民政府占领台湾的第二天哦，就随着设立学务部部长伊扎瓦修二。伊扎瓦修二就是一则修二，一则修二，伊扎瓦修二，随宣布讲，台湾的教育第一，应该互新领土的人民紧学日本话。自这了后50年，日本人就根据即个语言政策，伫台湾执行了伊的实名教育。啥物叫做实名教育？就是我即个人名甲你的人名是无共款的人名，我是来统治恁的，迄就是实名吼。无共款的，袂人做伙，迄就是实名。啥物是实名呢？英国、法国，迄拢袂人做伙，迄就是实名。会人做伙，迄就伫实名的边啊。就咱像讲，美国迄就无算讲是实名。但是美国伫菲律宾做诶，就是实名哦。过来，首先因设3种课程无共诶学校，小学校是互日本人读诶，这大家拢知吼。伫甲日本本土诶课程拢相像。公学校是汉人咧读诶，对我来讲，我就是公学校读出来诶，公立学校就是公学校诶感觉吼。好，以及日本本土诶，甲日本本土诶制度有正大诶差别。毕业生会当去日本读医校，抑是日语学校，就是袂当读法律，袂当读工程哦。工程迄留互因家己去读诶，可能是工业日本、农业台湾诶关系吼。我毋知啦吼，随便就摇诶。反人工学校就是原住民读诶，迄就是啥物社学，我嘛毋知以前为啥物安尼讲吼。1898年设立讲同齐公学校伫各县市积极推广日语。以后，公学校就做真做主要的日语推行机构。1930年禁数学啊，1930年有禁了无啦？伫阮爸阁有读着，阮爸阁有读着，迄个先生可能阁活咧，阁有法度教你几个，教你几个，有法度禁无？禁大家读诶，先生可能着找无头路，一苦诶吼。可能转去种田做啥物有地主阁袂歹啦，无地无通种田诶嘛，无迄个赶行做，要安怎嘛袂晓日语，可能着自暴自弃，毋知影啦。
自比自叹，歹命人，选着遐个秀才，随日本就来。好，私学啊，一向是台湾人台湾话读文言文的所在吼。过来7年了后，1937年为着要互台湾人敢若使用日语废学校的台语汉文科，意思就是迄阵开始汉文无爱读啊，就无伊的台语的重要啊。迄着恁厝内用好啊，上好着教我学日语哦。即个时阵紧报纸的中文啊，奖励国语家庭啊，国语家庭，阮兜着国语家庭啦，安怎？阮兜是即摆的华语家庭、国语家庭哦。阮兜搬来台北是为着啥物？找搁较好的教育，就是国语家庭的教育吼。因为阮母啊，就是讲国语讲了袂歹的庄脚查某囡仔，国语讲啊袂歹的庄脚查某囡仔，就会当来台北吼。无法度讲的，等下像阮阿嬷毋敢来台北住。若是伫学校讲台语，会互先生处罚。伫即个阶段，日语教育的运动已经积极到推散到全岛，透过学校、官方也是非官方的机构，日本殖民政府到1930年已经正成功发展出一个普及网络的网，普及网，毋是一场网哦一场网，毋是一场网，迄是真诶代志吼，真诶若网络共款，伫咧你诶世界内面吼。若是你诶世界拢日语，我嘛当袂牢啦。我日语科迄専攻，日本語学科専攻として全然できなかったね。1932年，台湾人会晓日语的人有22.7%吼。1932年哦，到1940年已经51%，51%就是一半个加。好，到1944年，过来啊，要到已经要拍输进前啊，这个比率增加到71%吼，这是黄先焕先一个研究员伊做的一个查出来一个资料。虽然讲会晓日语的比率算起来真悬啊吼，真悬啊吼。毋过一般的人吼，离开教室就是使用伊的母语啊。台湾人真自然，伫咧公共场所讲台湾话，袂感觉有一点仔歹势啦，袂感觉歹势吼，因为大家拢安尼吼。就算讲国民政府来嘛是共款，袂歹势啊。恁要讲我，恁讲恁的，讲阮的，废掉阮煮饭的，阮炒菜的，逐工用台语啊，现老的嘛是讲台语，到即马拢嘛是台语，安怎对。我就是即个受益者啊，无即摆哪会讲啊遮尔啊袂歹势呢？日语讲甲真流利的人，拄着平台湾人，嘛拢讲台湾话台湾人讲台湾话就遮来啊。好，过来日语通讲的是限定伫咧教室内底的语言啊。伫教室内底，老师、各位同学，大家好。就日语版我毋知影讲，并无行入去着公共场所，以国语家庭为例。1938年伫中华吼，敢若有16户是国语家庭吼。1938年吼，中华你上无爱吼，16户尔吼。台北敢若17户是国语家庭哦，台北17户尔。中华16户，人拢遮尔啊少16户，17户，咱一栋着几户啊？根据日本人的统计吼，到1942年占当时的人口无1%啦吼。根据郑良伟1990年的分析，日治时代语言教育有3种模式的阶段。第一个，台语汉文模式是用日本记地理时代
前半期用台语读文言文，台语读文言文呢，哎哟，用台语讲解，吼。第二，台语日语模式，迄是开始对台语教日语啊吼，用台语日语教日文、日本、日本語哦，書き方と漢字とか。渐渐减少台语，到拢用日语，迄是啥物？军政党政哦，过来第三，全部日语模式，后半期拢禁台语啊啦，吼，连文言文嘛是爱用日语教。到即马，日本还是有咧教古文，古文是啥？古文有因的古文，嘛有啥物？中文，因有汉文，用汉文，真正有咧教汉文，有诶学校即马私立诶，还是啥物？专业诶有选修汉文诶学校，因就会选，因有三种吼，日本现代文、日本古文，佮有汉文，三种爱读。韩国应该嘛是安尼，本来嘛是安尼。啊，即马吼可能甲迄个汉文摕掉，吼。迄阵到即马，佫有连续落诶，就是日本遐通知语言政策，语言教育政策，去继续伫日本看会出来为虾米无共啊？第二节，日本占领之下，台湾诶语言教育就先讲到遮吼，再会。